台湾的红仔册这类型是真侪，无论是多元性别，也是讲本土文化，全部拢有，而且伫国际上嘛得到真侪肯定。文策院是表示讲，这台湾红仔册吊顶的，也有外销的成绩拢袂歹，未来会继续投入资源，让台湾的创意文化会当传起到全世界。 台湾红仔册题材多元各丰富，亲像是多元性别的 Day Off， 结合本土信仰的基因，甚至是融合台湾历史的一六历史、男人伊岛，拢有真侪卖奖。有民众表示，台湾因为创作自由，红仔册有真侪题材。有民众讲，伊上介意充满本土特色的红仔册。就是我那时候看了很多日漫，我想要知道台湾是不是有自己的漫画。然后那时候有发现，台湾的漫画其实比我想象中的还要丰富多元。台湾小吃之类的，或是当地那个。 比较像台湾味的风景之类的。为着要让愈侪人接触台湾的红仔册，文策院特别伫红仔册博览会设立台湾漫画馆，嘛推出真侪活动，要让民众了解台湾作品迷人的所在。文策院指出，台湾红仔册这几年摕到真侪国际奖项。 作品的版权嘛，销去真侪国家。接下来就是还是会有一些跨国合作的机会，那包括说我们有台湾文策院有投资的公司在跟日本这方面去做动画的一个制作委员会合作的情况下，另外也有一些国际合制的漫画，我们跟日本跟韩国都有一些合作要展开。文策院嘛讲。 台湾的红仔册，若是要让产业链更较完整，爱拍破即马用个人力量拍拼的方式，该用团队合作、建立工作室来经营。文策院表示，有规划继续投入资源，销往世界，推动国际合作，让台湾红仔册发展愈来愈好。记者魏宗林、曾俊佑台北报道。